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诗班所献的诗歌，不止献了咱的主，伊的头也为咱受伤，不止为咱受伤，伊也为咱牺牲伊的性命。咱教会才庆祝过即个国华节，咱每年国华节咱台语堂拢会合堂伫大堂，所以咱台语堂无崇拜。即个月咱阁有一届阁爱休困，咧即个5月18的迄一天，是咱教会嘛共款一年一度的即个什么是日子？大家敢知影？彩船的主日，所以表示讲咱教会非常的看重即款的节期，甲即款的即个活动，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感谢主，咱伫即个国华节迄一天，虽然台语堂咱无崇拜，但是咱有几位咱爱唱歌的兄弟姊妹不止伫咱台语诗班，嘛加入伫即个教会真侪无共的即个诗班当中，联合起来，咧国华节当中会献诗，咱即个教会昨嘛真闹热咯，昨真闹热。咱新学生营顶虽然较无方便，嘛是爱互调呢，敢若做兵共款，敢若教招共款，叫去参加昨的什么日子，敢知影？无人知哦。昨规个教会足闹热的呢，共款一年一度啦，儿童的即个艺术节，过来后礼拜嘛真闹热的后礼拜无讲真闹热啦，但是嘛是一个真重要母亲节教会不止讲每个母亲有献花以外，每年伫咧母亲节当中嘛有一个真有意义的一个仪式，就是大家敢知影啥代志？嘛是无人知。讲家庭当中有一寡细囝幼婴的爸母愿意甲即个囡仔自细汉带到上帝面头前代表甲即个囡仔一生交托给上帝，爸母嘛愿意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养饲教养伊的事实一个叫做婴幼儿的奉献礼这甲一寡教会无共款，有的囡仔生出来就有婴儿时，但是咱浸信会呢是一个这种信仰是讲每个人伊家己有迄个了解以后才来受洗礼所以咱无婴儿奉献礼，无婴儿时，但是咱有婴儿奉献礼。所以呢，后礼拜就是我拄仔讲的即个财传的主日咱后礼拜周伯嘛有讲咱共款台语堂无礼拜，但是咱兄弟姊妹嘛，咱大家当去到大堂呢参与迄财传的主日，不止安尼一天拜六规工嘛有活动兄弟姊妹如果愿意会当来参加，互咱会当更加了解上帝竞选咱成做伊的儿女伊对咱的心意，咱会当共同参与咧教会做这财传的事工当中，咱嘛会当有份今日牧师要用这段经文甲大家来分享只有一件代志咱拄仔有读过迄个经文，但是我拄仔讲伫即个教会咱咧国华节甲财传年会这中间咱今日是5月4号有人咧庆祝什么日子？今仔日子五四运动即摆真少人咧讲五四运动啦好，不管如何，今日是纪念主国活的日子是咱拄仔伫4月份咱教会不只有国华节，前一礼拜有一个即个受难周嘛做聚会当中咱来体察咱家己的信仰。我毋知兄弟姊妹，咱每年拢咧庆祝国华节毋是讲庆当迄天大家欢喜快乐来献诗我毋知兄弟姊妹，咱你过国华节的时阵，咱有想过即个问题无？什么问题？大家你敢有看？兄弟姊妹，咱每个人的生命，就是咱的信仰咱到底咱是毋是有国活的新的生命？迄个样式，伫咱
每个人的心上，互人会当看见了吗？我毋知影有啊无，吼我毋知你仰望你有啊无，吼。重点是，咱的思想到咱的主对咱的仰望是啥物？伊为何咧千万人当中竞选你我，成做伊的儿女？所以咱咧庆祝过活节，牧师就思想到讲，我自己是毋是我的生命内底有搁我的新的生命，更加显明出来，互人当看见，你是一个基督徒。毋是讲过活节才爱思想，咱每一工其实拢爱思想即个问题。今日纪念主搁我的主日，咱来遮来做礼拜，同款，咱嘛爱来思想即个问题。我拄仔讲，咱诗班为咱所献的诗歌，今日的歌名叫做《圣主头额》，今受伤。咱有思想到为虾米咱的主为咱安尼牺牲呢？所以我拄仔讲，咱教会咧4月份，搁咱即马即个5月份，咱拄仔过即个过活节，搁要迎接未来财传年会要到的参悟当中，兄弟姊妹，第一今日爱思想的即个问题就是讲，你的生命到底有活出基督搁我的信仰啊无？也是咱为甲主同死埋在即个坟墓内底，搁困伫迄个所在呢？也是咱已经安怎有搁我的像耶稣基督的大权能在咱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了。所以今日这段经文头一项，咱来思想，到底只有一件代志是啥物代志？当然这是一件代志。今日国讲的可能有真侪件代志，但是这真侪件代志其实就是一件代志。就是讲咱有领受到这个信仰以后，咱到底有搁我的生命无？有搁我的生命了后，咱到底是要安怎来行咱地面上的每一天的人生日子呢？所以我拄仔讲过活节进前，有受难周，咱教会嘛共款的每年教会的祈祷会嘛足平常的啊。但是迄一天的祈祷会是嘛无平常咧大堂咧举行，普通时无咧大堂举行啦。迄一日咧大堂举行呢？祈祷会嘛真少有献诗但是今年的祈祷会有献诗，献诗毋是啥物诗班有4种无共款的组合。第一种的组合就是教会的传道人加上行政的同工，因组成一个诗班，献一首诗歌，搁另外咱教会的执事，甲咱组道会的真侪一寡同工。一寡代表，伊嘛组成一个诗班，分别因这两个诗班各献一首诗歌，咱小听一下咱教会传道人献的诗，甲咱台语堂献的诗班的献的诗，听起有啥物无共款？咱听我卖者。
人生必须有一个努力的标杆，其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主、爱慕主、服侍主。但愿我们一同奔跑，更深的认识他，更真诚的爱慕他，更忠心的服侍他。这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和方向。咱来听另外一首，就是教会执事甲组道会一寡同工一寡代表组合起来所献的另外一条诗歌。兄弟姐妹，敢听有因咧唱啥物？因为虾米选即两条诗歌要表达啥物？咱今日要思想的一个题目讲，只有一件代志。到底即两条诗歌是毋是有甲咱提醒？如果咱的人生当中，咱的信仰生活内底，到底咱是要追求的是啥物？所以一寡传道人甲行政同工因所献的诗歌，叫做上大层的代志，最大之事。这条诗歌唱三节呢，讲到上大的代志就是爱来明白咱的主。第二就是讲爱慕咱的主。第三就是来服侍咱的主。这三件代志嘛是一件代志。愿意去服侍主，因为咱爱主嘛。咱会当爱主，是因为咱了解咱的主，伊是听。使徒约翰讲，咱会当去爱，是因为咱了解上帝听咱。咱领受了上帝听。所以执事甲组道会同工因献的诗歌叫做主，我要做真实的
问道吼，这条诗歌有真侪版本，即有小可我甲伊改过。有诶写讲，主我要做真是圣道安尼吼，主我要做你诶问道，无真实无信但是我是甲伊改过，我要做你真实诶问道有侪人跟对耶稣，相信耶稣，但是侪人无做耶稣诶问道。侪人是受洗咧，诚做基督徒，但是到底是毋是真真正正的基督徒？所以咧受难州的基督会当中，这两条诗歌表达咱的信仰、咱的追求，今日咱要看保罗伊的信仰，值得咱来效法，保罗伊追求的目标到底是啥物？会当成做咱的榜样呢？咱拄有经听过李老师。有将这段经文读互咱听过要来小可来思想进前，咱来共款领受一个问题兄弟姊妹，你这世人当中，我拄有问过你追求的目标到底是啥物咱每一天追求真侪代志，巴肚枵咱去追求餐厅，追求饭店，追求你想要食啥物对吧？巴肚疼咧，你追求便所这是足平常的代志，咱每一天拢爱去做的，爱拄着的，但是咱有去想到咱心灵内底，咱这个人如果是一个专人，毋是干那肉体的需要，咱一寡看袂到的无形的当中，咱顶礼拜咱的讲员甲咱讲的，咱这布病会歹去对无？有永远的厝伫天顶为咱备办，对无？咱思想是咧看袂到，毋是看会到的。虽然咱生活拍门有真侪需要，爱去趁食，爱去面对生活一寡日常，尤其一寡困难，种种，但是咱毋通袂记的，啥物是上要紧的？所以今日保罗伊这段经文甲咱讲，上大追求的代志，到底伊为虾米伊的人生有安尼的一个改变呢？咱来看这段经文，拄仔已经有读过我搁读一届，咱读到这个有红红的、黄黄的小可大家小注意一下当然其他嘛是拢爱注意，每一句拢是真要紧伊讲毋若安尼啦，为虾米伊讲毋若安尼？因为保罗这段经文头前第3章的第1节甲第7节，非常的自豪讲，伊曾经伊是以一个诚做犹太人血统足纯正的嘛足有学问的嘛算伫当时嘛真有地位的一个人。伊追求的不管是知识，还是伊感觉伊人生爱去追求的迄个目标，自豪。但是呢，伊为什么会生命改变？伊讲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较早迄拢当作是伊爱追求的一寡美好伊的目标，伊的宝。但是伊即马为什么甲这拢颠倒饼，看作是损失无效的、无路用的？伊讲，因为我看耶稣，我的主基督耶稣做上宝贝，上宝贝不只是干那宝贝是上宝贝。为着伊，我放下一切，看万事做粪扫。伊看做进前真要紧的代志，真好的物件，即马看做粪扫呢？粪扫是安怎？少年的期待，音乐响起，你就爱一恁兜灶骹拼出去，厨余爱倒，粪扫爱倒，对吧？尤其迄厨余有味的时阵，外看无好的时阵，有狐神蠓无蠓有狐神有味的歹片，无人爱一直囥喺厝的，对吧？尤其恁兜是毋是拜三无倒粪扫？我毋知，阮兜拜三无倒粪扫，爱囥一工。保罗讲，伊较早看做要紧的，伊拢甲伊放下，因为伊甲这万事看做粪扫，是要得到基督。耶稣有讲过真侪比喻啦，其中有2个比喻。伊讲天国亲像啥物？天国亲像啥物？天国亲像有一个人伫迄个土的，看到迄地土地面上下骹有宝贝，伊知影即块土骹
哦，较早德州吼，拢一寡口埔的，你饲牛啊，饲羊啊，毋知影讲德州下口有啥物？有乌金啦。哦，咱的今日老师来吼，较早嘛伫德州读册吼，嘿。我早去迄个休斯顿也是牛奥良，敢若无看到呢吼。但是有人了解讲，哦，迄个所在有乌金呢。后来一寡德州的一寡哦，即个靠埔的拢变好野人呢。啊，有毋知影的人甲土地拢卖，足俗的卖互别人啦。后来别人好野，伊甲我咧散下。啊，耶稣讲天国亲像啥物？大家拢毋知哦。好，第一项我白讲啊，吼，大家爱现圣经。哦，保罗为什么伊要甲耶稣基督看做上宝贝，啊，甲伊较早物件拢看做无要紧，啊，要来追求，要得到基督。不止安尼，伊讲要甲基督完全甲伊结连呢。有你交女朋友的人还袂结婚呢，有对象哦，几啊个你交的时阵吼，伊毋知倒一个好对无？哎，紧啊，交，哎，即个上好，其他的放弃咧，无到时安怎？会劈腿，脚踏两条船，迄个人真凄惨呢。哦，迄毋是其人之福呢，爱转因呢。吼，所以保罗伊安怎？完全要甲耶稣结连，吼，无过有迄款靠家己守律法来得到的义，因为较早伊感觉伊爱靠伊的行为守律法，哦，伊做一个即个标准的犹太人，伊感觉伊安尼较对，但是伊明白耶稣以后了解这福音以后，伊讲毋是安尼，毋是靠行为，是靠上帝的恩典，靠耶稣基督伊十架救恩，伊要来安尼，吼，讲我现在。有的义是通过信靠基督，是根据信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义。我所爱的是明白基督，佮体验伊佮我的大权、大能力。伊明白基督，佮体验耶稣基督伊佮我的大能力。兄弟姊妹，我拄仔讲，咱国外节每年咧庆祝。每个礼拜，咱纪念主的国我，咱来守礼拜、做礼拜。咱到底有了解无？有体验到无？有得到无？有活出来无？耶稣基督伊的大能力，国我的能力呢？保罗伊讲，伊要来追求这，不止安尼，伊讲甲伊做伙受苦，经验伊的死。如果咱要得到主的荣光，主伊会当得到荣光，因为伊曾经受过苦。在这个腓立比书3章，这个的头前嘛是安尼的一寡描写。所以保罗伊个讲啊，毋望家己嘛会当对死个活。这对死个活是讲咱人性，较早一寡罪恶甲咱蒙蔽，咱无了解，但是呢。因为咱已经了解救恩，接受救恩，甲迄曾经无好诶，拢钉死伫十字架，甲主同死同埋葬，嘛甲主同个活，所以保罗伊讲，伊嘛会当对死个活。所以我拄仔头一个问题问各位兄弟姊妹，咱有对死个活诶信仰啊无？伊讲安尼啊，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达到目标。保罗伊真谦卑，我毋是讲我已经完全啦，伊感觉讲伊家己还阁无完全，伊讲我继续直直行，毋望通得到赏，其实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虽然伊安尼谦卑，但是伊嘛了解，伊嘛安尼确信，伊已经属于基督耶稣的人啊，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伊啊，属于伊啊，啥物叫做得到伊？已经献落伊啊，所以呢，保罗伊安怎讲呢？伊讲啊，其实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所以伊甲兄弟姊妹讲，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我拄仔讲，伊人生有一个目标，就是一直追求，就是安怎专心一项，就是袂记后面的代志，不管伊过去安怎好也歹。拢无甲伊扣在心内，一直记条条。
伊讲伊敢若要拍拼来追求头前的事，每一工时间1秒1分一直行的时阵，伊就一直望着上帝好的即个目标，12个目标继续行。伊讲向着目标直行，为着要得着赏，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调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活命。咱会得到永远活命是上帝所赏赐予咱，通过耶稣基督，伊为咱牺牲，赐予咱的即个救恩。所以保罗伊明白即个救恩，伊嘛一直要来追求，会当更加的完全。所以咱拄仔听到迄个传道人甲行程同工，伊讲最大之事就是明白主。咱的主，咱无法度明白完全。咱昨对伊了解，佫今日对伊了解佫增加，明仔载佫对伊了解佫增加。咱即世人无法度完全明白咱的主，伊会听到底是偌尔啊丰富，偌尔啊伟大。即个上帝是何等的伟大！如果咱有安尼的即个谦卑，咱就知影讲，哇！这个上帝是值得咱一生来追求伊，来爱慕伊，来服侍伊。所以呢，今日我拄仔讲，兄弟姊妹，咱会当通过即段保罗伊所讲的，咱嘛会当来思想，咱的信仰当中，咱是毋是愿意来追求？简单，拄仔安尼整理出来，保罗伊讲，我看明白我的主基督耶稣最上宝贝，所以咱佫嘛爱思想一个问题啊，兄弟姊妹，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伫你的心内。到底伊是啥物款的一个地位？你是该当作啥物你看待？保罗讲伊甲耶稣当作上宝贝，恁兜有一款上宝贝，你会放在啥物所在？你一定放在一个足安怎款的所在？你家己想看觅。奉献箱，保险箱。保罗伊甲耶稣基督，咱今日通过伊的话，甲咱讲，伊甲耶稣基督看做上宝贝。你咧？兄弟姊妹，你咧？保罗伊讲这段经文来讲，伊要安怎？伊要得到基督，颠倒变讲，基督要得到伊。伊讲基督其实已经得到伊啊。只不过咱是毋是完全有得到基督，也是知影讲咱已经属于基督，基督得到你安尼。今日讲只有一件代志，敢若问题真多，其实遮个问题拢是同款一个问题，同款一个问题。所以最后啦，咱今日有主餐，所以嘛袂再讲伤久在咱的生活当中，咱到底咱做一个基督徒，咱要安怎来落实咱的信仰？我毋知兄弟姊妹，你每一工的信仰是安怎去落实？礼拜来做礼拜真好，咱无逐工来教会做礼拜平常呢，你创啥物？你的时间，每个人大家拢足公平的，上帝拢互咱每个人每一工拢几点钟？24小时嘛，对无虽然咱的生命长短无共，但是每一工拢共的啦。顶礼拜六咧教会有一个婚礼，迄老爸足欢喜的，我查某囝要出嫁出嫁伊家己咧分享咧，伊是牧师啦无到一礼拜，上帝找伊去啉咖啡咱小华姐知影我咧讲啥迄是我两个学校的校友，阮两个读过两间同款学校，其中一间学校就是甲小华姐嘛同款，甲迄个甲龙田同款，精神的。伊的年纪敢嘛甲我差不多。咱人生命无定着啦，毋是讲年老，人讲观察毋是属于老遐人的啦。所以查某囝甲伊太太
非常非常的无法度一时去接受，因为太突然。哪会人安尼，就无去啊？爱进前哦，又真有才能呢，佫会晓变魔术呢。啊，有人我一个学弟伫 FB 讲，啊，你即摆哪会突然家己变无去？啊，你有法度家己佫变转来无？伊安尼你 FB 你纪念伊啦。所以兄弟姊妹，咱今日来思想，如果咱的人生当中只有一件代志，到底咱是要追求什么代志上要紧？啊，牧师最后甲大家分享吼，这嘛是我的追求啦吼，来做一个真实的主的门徒，好毋好？莫做一个糊里糊涂，吼，要安怎做一个主真实的门徒？哦，拄则迄条歌。传道人其中嘛有我有代表伊内底嘛有唱啦吼，哦啊，苏琴是咱的今日思贤姐妹，迄天伊弹的呢，本来无按算伊啦，啊上帝嘛拣选伊吼，嘿，甲大家兄弟姊妹来互相勉励，咱每一天会当来极力来追求明白咱的主，好毋好？要安怎追求？迄字足细字的啦吼。培养建立每一天固定灵修、读经、祈祷会安怎的习惯？这习惯吼，要培养实在是真困难哦。但是只要你愿意、有心，总有一天你法度培养出来。牧师吼，咧新学院吼，读书的迄几年，我顶下有讲过，足痛苦的。灵修笔记吼，拢是用补写的吼。老师讲。同学啊，莫阁安尼啊补啊啦！你有甲写无就莫写。我甲看你嘛了时间呢吼。你写迄假无效啊！你毋是灵修笔记，迄是作业。莫为了作业你交作业。吼，你真正有灵修，老师要了解你目前的灵性的状况，每一天的状况是啥物？吼，感谢主安尼吼，过程当中虽然无法度逐工咧先下去读册，好老师甲我教导，但是有安尼的习惯以后，每一天会安怎？甲以色列人共款吼，上帝讲每一天去外口找啥物？找啥物？找玛纳啊，鹌鹑啊，吼，每一天有教育上帝恩典，会当供应咱的需要。兄弟姊妹，你也怎啊愿意？牧师鼓励你，圣经吼，爱拍开，莫阁放咧厝的吼，迄个书架吼。啊，怎无圣经去买一本？虽然即马现代已经进步甲手机啊，圣经版本啥物足侪，但是牧师鼓励你，你也要家己一本专属的即个圣经。哦，我头一本圣经是教会受洗咧送互我，迄本圣经显啊烂糊糊，吼，啊，搁咧用，啊，写甲安尼密密麻麻，有红色、有青色、有蓝色的安尼，哦，做笔记。迄本我已经当做宝安尼。我的头一本圣经啊，虽然我即摆无咧用迄本啦吼，但是迄本是我曾经初信迄几年哇，现甲要烂去的圣经。我毋知你有即款的圣经啊无？吼，第二呢，吼，就是咱时时刻刻深深来靠无主，来爱无主，好无？大家，咱的兄哥兄姐吼，是毋是少年的时阵曾经有？哇，恋爱过啊！大家拢是相亲的吼，相亲的我就毋知影，你无法度体会啊。啊，恋爱过你就知吼，我顶下有讲吼，啊，拄啊分手吼，啊，足想要搁再见，对毋对？是毋是安尼啊？大家拢无体会，因为大家拢无即个经验。有恋爱就知啦，啊，毋是拄啊甲再见尔，哪会搁敲电话？啊，哪个是讲啊？无咱搁安怎一个？迄就是啥物？迄就是较无啦。迄是因为咱曾经爱无咱的主，爱无到即种程度，除非咱遮紧就煞。常常毋是安尼呢，一直看表啊，还袂煞，牧师来讲遮久啊，连咪个有代志呢。因为你大家拢无爱无牧师啊，爱无牧师就讲牧师啊，连咪吼。啊，无咱搁安怎？下晡安怎？无明仔载安怎？一直招咧，拜你，拜他，拜四，拜五，拜六，毋是真正好呢吼，也是真正好。弟兄姐妹，兄弟姊妹，
你对耶稣到底有较无？有追求无？有意爱无？大陆有一条歌叫做《祝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是我最亲爱的伴侣，安尼，捌听过这条歌无？捌唱过无？为什么迄个人，伊会写这条歌叫小敏？不只是这首歌，有真侪歌。兄弟姊妹，耶稣在你的内底，你的心内，你到底是安怎甲伊交陪，安怎对待？第三啦吼，就是常常极力来多做主工来服侍主。咱会当参与咱大义堂的一寡圣工，伫主日当中你平常时当然教会一寡服侍，咱会当来参与更加重要，咱爱伫咱的生活当中的平常日子，见证咱的信仰，互阿伯林捌主的人看见，哇！这就是基督耶稣的信仰。我嘛常常有当时听过人咧讲，这个人是基督徒，要进天堂，无我来地较好较好，袂甲伊以後甲伊过斗阵。你地面上生活是啥物关系？不管是啥物人际关系，是讲厝边，我以後袂甲你做厝边啊！你去天堂，无我来别位啊去安尼。如果咱安尼的时阵，是要安怎见证咱主的名呢？今日讲到这，兄弟姊妹，经历一下。如果不管保罗伊过去安怎，伊拄仔讲，伊忘记袂记的过去，无去想赢。咱嘛共款，不管咱过去是安怎，信仰是啥物款的态度，啥物款的追求，咱今日伫这礼拜当中，通过腓立比书保罗一段话语，咱的思想由即马开始以后，咱是要安怎来过咱的信仰的生活，追求咱的信仰呢？咱是毋是愿意知影？咱这世人只有这件代志，就是掠咱的主耶稣基督做咱心内的宝贝，要来得到伊，嘛毋望伊当甲咱完完全全得到咱。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互阮列位兄弟姊妹拢会当得到你宝贵的救恩。就亲像保罗所讲的，我如今正做什么款的人，拢是因为领受了主你的恩典才成的。愿主你互阮伫每一个主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的时阵，每一届拢会当思想到主你对阮的恩惠，尤其阮念伊要来守主餐，互阮会当真做你真实的门徒，你所喜爱的门徒，常常会当甲你斗阵徛起，会当来效法保罗伊所追求的，就是伊一世人掠主做伊人生的目标，也领受你予伊的使命，向着目标直直行。为了要得到你的所想事的，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你，调阮来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活命。望阮列位兄弟姊妹拢会当得到，不只是即款的望，嘛有即款的确信，嘛会当咧将来迄一日会当得到你的欢喜、你的肯定、你的懊恼，完完全全来领受你要所想赐予阮即个永远的活命。我来向你感恩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